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是2023年的6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约伯记39章26节到40章第5节，约翰福音第14章25节到2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每一个教导。上帝的教导、诫命、旨意，都是他要我们来遵守的。但是我们却是经常的忘记，并且忽略了上帝的旨意。曾经有一位小朋友，从小呢，妈妈就教导说，不可以在外面随便吃东西，一定要在家里吃3餐。有一天呢，亲人来把他带出去逛逛，到了夜市，当然也吃了东西。回到家里之后呢，为了表现自己还是很饿，也就囫囵吞的吃了家中的晚餐。结果隔天小孩子早上如厕以后，惊吓的跑出来，去告诉妈妈说他的大号是黑色的。这个机灵的妈妈就问，昨天是不是到夜市里面去喝猪血汤呢？这下子真的是露出了马脚。如同我们主日的时候谈到的，上帝在创造之后，将人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，交代他管理伊甸园。上帝并且赐给亚当整个园子里面的收成，让他可以吃，又禁止他去食用园中的那一颗辨别是非之果。但是亚当在夏娃的怂恿之下，在撒旦的引诱之下，却似乎就患了健忘症。他就将上帝给他唯一的禁令给忘得一干二净，就像那个小朋友一样。直到上帝的灵呢，回到了伊甸园，喊着亚当的时候，他们才惊觉躲藏起来。圣经说，他们一吃那果子，眼就开了，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因此他们编了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身体。那天黄昏，他们听见了主上帝在园子里走，就跑到树林里躲起来。但是主上帝呼唤那人说，你在哪里呀？他回答说，我听见你在园子里走，就很害怕，躲了起来，因我赤身露体。这是创世纪第3章第7节到第10节的记载。亚当的事情提醒我们，其实我们只是受造者，我们同时也领受了上帝的恩典，因此能够存活，也领受上帝的旨意来服侍他，听他的诫命，听他的旨意。我们很可能就时常如同这种亚当一样，就忘记了上帝的诫命，忘记了我是谁，然后呢，就得罪了上帝。约伯也是这样子啊，因此上帝一直的提醒他。今天的经文，上帝有这样说，老鹰展开翅膀向南飞行，这是你教导他的吗？乌鹰在峭壁上搭窝，
这是奉你的命令做的吗？他栖息在山崖上，以险峻的岩石做堡垒。他从那里俯视远近，寻找可捕杀的食物。有尸首的地方，鹰鸟集结，雏鹰也来吸血。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研读的有关约伯记书中所记载的这些事情。约伯记第40章第1节到第5节，上帝又对约伯这样说道：约伯啊，你向全能者抗辩，你跟上帝争论，现在你答复吧。约伯回答：上主啊，我说了无知的话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不敢再说了。是的，当我们真正的跟上帝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当自以为是伊甸园所有者的亚当听见了上帝的脚步声的时候，他就害怕了，他大大的受到惊吓，因此他们就躲藏起来，因为他们说我们自己是赤身肉体啊，所以就躲起来了。因为他们这样子就露出了马脚，因为他们偷吃了上帝所禁止他们食用的果树。我们时常就跟亚当一样，以为能够拥有跟上帝一样的智慧跟能力，但也就如同约伯一样，被上帝说到哑口无言。因此，记得上帝所有的诫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样的记得才不会使我们误解自己而远离上帝。诗篇第1篇告诉我们要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。另外，箴言22章第6节也说到，要教导儿童走正路，他自幼就到老，终身不忘。是的，从小就要学习走在上帝的道路上，免得将来会走偏了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25到26节的经文告诉门徒：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已经把这些告诉你们了。但是那为助者，就是父亲因着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，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，并且使你们记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。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工作，就是要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每一个教训，一切的话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有主的引导，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走偏的道路，离开了上帝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要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既然认识了我，也会认识我父亲的。从现在起，你们认识他，而且已经看见他了。是的，主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的道路，是唯一通到上帝救恩的道路。因为如同彼得所说的，已经别无拯救。圣灵就是要帮助我们记得并遵守他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教导。
诗篇29篇。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歌颂上主，你们要颂赞他的荣耀和大能，你们要歌颂上主荣耀的尊名，你们要敬拜神圣威严的上主。上主的声音传遍海洋，荣耀的上帝发出雷声，他的声音响遍大洋。上主的声音大有能力，他的声音满有威严。上主的声音震断了香柏树，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也震断了。他使黎巴嫩像群山，像小牛一样跳跃，使黑门山像野牛一样蹦跳。上主的声音使雷电闪耀，他的声音震撼旷野。他摇动了加底斯的荒漠，上主的声音震撼了橡树，使树木的叶子脱落。在他的圣殿里面，人人欢呼，愿荣耀归于上主。上主管理洪水，他永远作王统治。上主赐力量给他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。感谢天父赏赐给我们圣灵充满与同在，让我们记得基督的每一个教导，使我们能够跟随基督在永生的道路上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